沙灘上面嘅人喺度進行唔同嘅活動。小明喺畫紙上面畫咗唔同嘅動物。水果店入邊賣緊唔同種類嘅水果。但係沙灘上面嘅人其實係做緊啲咩呢？小明究竟畫咗咩動物呢？同埋水果店到底賣緊咩水果呢？想為你嘅句子補充更多資訊，呢個時候就需要用排比句幫下你手啦。好，上堂，各位同學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一齊咬文嚼字。呢一堂會教排比法或者叫排比句。我哋先從例句開始。彩虹裏有媽媽喜歡的顏色，有紅色、黃色、藍色和紫色。呢個就係一個運用咗排比法嘅句子啦。事實上，句子嘅後半部分先係排比句。咩係排比句呢？排比句由連續3句或以上嘅語句組成，佢哋擁有相似嘅結構，語氣要一致，而意思亦都要相關。意思相關係指語句都必須圍繞同一個主題。呢個句子入邊，我哋喺句子嘅後半部分運用咗排比句去補充前半部分嘅句子。就咁講，彩虹有媽媽中意嘅顏色，唔足夠俾讀者清楚知道到底媽媽中意咩顏色。但係後面加上排比句，將顏色逐一列出，就可以更加完整咁交代啦。排比句除咗可以達到補充說明嘅作用之外，仲可以增加句子嘅語氣同節奏感，令到個句子更加有趣。我哋再睇多一個例句。動物園裏有獅子、有老虎、有大象，還有不同種類的雀鳥。呢個句子運用咗排比法嚟描寫動物園入邊有唔同嘅動物。我哋可以一齊檢查下呢個句子有冇符合排比法嘅所有條件。首先，佢係由3句或以上嘅語句組成嘅，語句嘅結構相似，語氣亦都一致。最後，佢所有嘅語句都係圍繞同一個主題，就係描寫動物園入邊有唔同嘅動物，所以呢個係一個排比句。同學仔應該大致上了解組成排比句嘅必要條件，同埋排比句嘅基本用法。等我哋一齊做個小測驗，試下分辨唔同嘅句子，睇下佢哋係咪一個排比句。第一題，早上媽媽為我準備了一件三文治和一碗白粥，還有一杯牛奶。呢個句子係咪一個排比句呢？好，開估。呢個唔係一個排比句，句子描寫咗3樣朝頭早媽媽為我準備咗嘅食物，但實際上只係用咗2句交代，語句語氣相同，但係結構唔一致，所以佢唔係一個排比句。第二題，冬天來了，天氣開始寒冷，大樹變得光禿禿，人們亦穿上了厚厚的衣服。呢個句子係咪一個排比句呢？好，開估。呢個唔係一個排比句，即使語句都係關於冬天嚟到嘅景象，亦都有3個語句，但佢哋結構同埋語氣唔一致，所以佢唔係一個排比句。第三題，春天是綠色的，夏天是紅色的，秋天是金色的，冬天是白色的。呢個句子係咪一個排比句呢？好，開估。呢個係一個排比句。首先，佢由4句嘅語句組成，然後語句都圍繞住4季嘅景象，結構同埋語氣都係一致嘅，所以佢係一個排比句。最後一題，我哋將難度升級，請同學仔參考圖片同埋所提供嘅資料，去創作一個排比句。好，開估。完成嘅句子大概會係咁樣。學校有很多的設施。有操場，有圖書館，有電腦室，還有音樂室。呢個句子嘅語句數量足夠，語句都係圍繞介紹學校唔同嘅設施，而語句嘅結構同埋語氣都係一致嘅，所以係一個完整嘅排比句。簡單幾題嘅小測驗已經完晒啦，希望同學會對排比法有更深入嘅了解同掌握。最後請同學仔謹記，排比法的確可以做到補充說明嘅作用，亦都可以增強句子嘅語氣同節奏感。但係，如果喺一篇作文入邊不斷重複使用排比句，會令文章變得好長氣，讀者就會覺得好悶，唔想再繼續睇落去。所以同學仔記住，唔同嘅修辭手法都要用得其所，互相配合，咁先會令你寫嘅文章既生動又有趣，仲可以喺考試測驗入邊拎高分添。好，落堂。如果有任何疑問或者想作更深入嘅討論，
歡迎留言或者去 Instagram DM 我哋。如果呢條片幫到你，不妨幫手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埋俾同學仔。呢個 channel 係咬文嚼字，我係文老師，我哋下堂見，拜拜。